講到升小學，好多家長腦入邊即刻浮現3個字：入名校。於是有人提早要子女背默串字，有人日日操數學練習，有人參加各式各樣嘅升小面試課程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，其實真正影響孩子能唔能夠順利去適應小學生活嘅，唔係學識幾多條嘅加減數，抄咗幾多個英文生字，而係佢哋嘅生活習慣，仲有心理準備。升小有好多個難關，第一個就係專注力同情緒嘅管控。而家嘅小朋友由細接觸手機、平板，日日睇動畫、打機、短片，腦袋成日處於一個高速嘅切換模式。今次返香港，同部分老師傾談，大部分都反映，不論邊一個嘅年級，學生嘅專注力同情緒穩定程度都越嚟越差，坐唔定，易分心，一有啲咩唔妥就會即刻喊，喺課堂上邊自然就好難集中學習，更唔好講要適應學校嘅節奏。第二個挑戰就係生活自理能力不足，有啲家長太過重視學業，反而忽略咗基本嘅生活習慣。小朋友唔識自己去執書包，食飯唔專心，老師講完指令又聽唔明，又唔敢舉手發問，呢啲都會令佢哋喺小學生活入邊寸步難行。過分依賴家長，只會拖慢佢哋建立獨立嘅步伐。第三個挑戰就係面對新環境嘅壓力，由幼稚園轉入小學，環境唔同咗，規矩多咗，同學又唔熟，壓力自然就會大咗。如果再加上家長不停咁同小朋友講，你要俾心機啊，你要叻啊，你要專心聽書啊，孩子就會更容易變得焦慮，甚至對返學產生抗拒。第四個挑戰就係人際互動，有啲小朋友冇兄弟姊妹，又冇太多機會接觸同齡人，一返學就唔識點樣同同學相處，一言不合就可能會出現動作就告狀，又或者唔識點樣表達自己，呢啲都係影響佢哋建立友誼同人際關係嘅問題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點樣先可以幫呢啲小朋友輕鬆咁過渡幼稚園升小學呢？其實答案唔複雜，就係培養良好嘅習慣。第一步，建立健康良好嘅作息時間。雖然 K3 升小學會有一個暑假，但係我哋要趁暑假慢慢幫呢班小朋友過渡早睡早起，模擬返學嘅時間表。例如喺暑假安排一啲活動係喺朝頭早進行嘅，咁樣可以幫助佢哋習慣返早睡早起，食早餐、學習、休息，令佢哋身體同心理都準備好。爹哋媽咪都要配合同步調整，俾孩子一個穩定嘅節奏。第二步，提升佢哋嘅自理能力。暑假期間教小朋友整理書包，唔好帶漏功課，訓練佢哋20分鐘之內專心食完飯，一齊製作時間表，學習時間分配，甚至可以參與一啲簡單嘅家務，例如學習洗碗，增加責任感同成就感。第三步，培養閱讀習慣，每日花5至10分鐘喺固定嘅地點閱讀，讀佢哋中意嘅書，再慢慢增加，
唔單止能夠提升佢哋嘅專注力，仲會令到佢哋對學習慢慢產生興趣。重點係千祈唔好忘記，我哋要讓佢哋睇佢哋中意嘅書先。第4步，減少三思時間，每日控制喺15分鐘為一節嘅時間裏邊。家長亦要以身作則，唔好成日手機不離手。啱啱升上小學，培養良好習慣係一個黃金嘅時期，錯過咗就好難返轉頭再追啦。最後第5步就係加強親子嘅互動，每日能夠抽半個鐘出嚟同細路仔傾下偈，大家一齊講下心事，分享下你嘅工作，陪佢哋一齊主動啲同佢分享你每日所面對嘅困難，亦都鼓勵你嘅小朋友講出自己嘅感受，學識處理人際上嘅衝突，唔好過分強調成績，唔好將細路仔同人比較，俾佢一個安心嘅學習空間。最緊要係營造佢對小學嘅期待，唔好嚇親佢哋。其實幼小銜接唔係一場鬥快嘅比賽，唔需要樣樣都做得好快，做得最好，只係需要一步一步咁去準備。孩子自然就可以帶住信心同埋期待去展開佢哋新小學嘅新生活。記住，幫孩子養成好習慣，送俾佢哋嘅係一份最有用嘅禮物。等佢哋可以喺輕鬆愉快嘅氛圍之下去開始佢哋嘅小學生活，咁樣先至會能夠令到升小學變成一段值得珍惜美好嘅回憶。